使徒行傳第3章。申初禱告的時候，彼得、約翰上聖殿去。有一個人，生來是瘸腿的，天天被人馱來，放在殿的一個門口，那門名叫美門，要求進殿的人周濟。他看見彼得、約翰將要進殿，就求他們周濟。彼得、約翰定睛看他，彼得說：你看我們。那人就留意看他們，指望得着什麼。彼得說：金銀我都沒有，只把我所有的給你。我奉拿撒勒人耶穌基督的名，叫你起來行走。於是拉着他的右手，扶他起來，他的腳和果子骨立刻健壯了，就跳起來，站着又行走，同他們進了殿，走着跳着讚美神。百姓都看見他行走讚美神，認得他是那素常在殿的美門口求周濟的，就因他所遇着的事滿心希奇驚訝。那人正在稱為所羅門的廊下，拉着彼得、約翰，眾百姓一齊跑到他們那裏，很覺希奇。彼得看見，就對百姓說：以色列人啊，為什麼把這事當作希奇呢？為什麼定睛看我們，以為我們憑自己的能力和虔誠使這人行走呢？亞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，就是我們列祖的神，已經榮耀了他的僕人耶穌。你們卻把他交付彼拉多，彼拉多定要釋放他，你們竟在彼拉多面前棄絕了他。你們棄絕了那聖潔公義者，反求着釋放一個兇手給你們。你們殺了那生命的主，神卻叫他從死裏復活了。我們都是為這事作見證。我們因信他的名，他的名便叫你們所看見、所認識的這人健壯了。正是他所賜的信心，叫這人在你們眾人面前全然好了。弟兄們，我曉得你們做這事是出於不知，你們的官長也是如此。但神曾藉眾先知的口預言基督將要受害，就這樣應驗了。所以你們當悔改歸正，使你們的罪得以塗抹，這樣那安宣的日子就必從主面前來到。主也必差遣所預定給你們的基督耶穌降臨，天必留他，等到萬物復興的時候，就是神從創世以來藉着聖先知的口所說的。摩西曾說：主，神要從你們弟兄中間給你們興起一位先知像我，凡他向你們所說的，你們都要聽從。凡不聽從那先知的，必要從民中全然滅絕。從撒母耳以來的眾先知，凡說預言的，也都說到這些日子。你們是先知的子孫，也承受神與你們祖宗所立的約，就是對亞伯拉罕說：地上萬族都要因你的後裔得福。神既興起他的僕人，就先差他到你們這裏來，賜福給你們，叫你們各人回轉，離開罪惡。